愿一切安好。近日，香港女星吴文欣的病情状况又再一次加重，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。从她晒出的最新照片中看，她如今的状态非常差，整个人的精神都显得有些萎靡不振，坐在轮椅上毫无精气神，脸色蜡黄，神情萎靡，看样子是被病痛折磨得不轻。据了解，2022年，吴文欣在经诊断确诊为乳癌，随后进行手术切除了左胸的癌细胞，但是还没过2年，她的乳癌再次复发。步入2025年后，吴文欣的病情急剧恶化，她因心脏及肺部积水住院半个月，期间身体极度虚弱，需要靠轮椅行动。面对这一情况，吴文欣不止一次情绪崩溃落泪，甚至一度想要放弃治疗。不过尽管如此，她仍在努力坚持，积极配合治療，最後也希望她能戰勝病魔，早日康復吧。歡呼聲時常衝擊我，教我踏步不畏懼，縱有困難，亦要拼命追。